Hello，大家好，歡迎咧嚟到呢個 tutorial 嘅系列，我會介紹咧用一系列嘅 video 去介紹Bible 微 AI 係點樣去使用。Bible 微 AI 咧有個好處咧，佢係結合咗傳統嘅聖經嘅資料庫啦，並且咧係新一代嘅 AI 嘅功能係結合咗喺當中，去輔助我哋去查經作為一個嘅參考同埋一個工具。喺第一堂嘅裏邊咧，呢一個最基本101啦，我哋話就會介紹呢基本嘅界面嘅操作。嗱，當你打開我哋教會嘅網站啦，或者其他嘅網站佢安裝咗Bible 微 AI 嘅系統喺當中嘅時候，一開咧第一個感覺咧，你會睇到係分左右兩邊嘅，即係如果你係用橫向嘅 screen 啦 landscape 嘅一個嘅 orientation 嘅時候呢，咁你會分咗左右啦。又或者你係手機嘅可能你會發覺唔係左右喎，原來係分咗上下喎。起碼都會有左右或者係上下，即係話分咗係兩個部分。而呢兩個部分呢，就係Bible 微 AI 嘅呢個軟件裏邊其中一個特點啊。一個部分呢，我哋被稱為呢係一個呢聖經嘅區域、讀經嘅區域，幫我哋專注呢，淨係放一個目的嘅啫，淨係放經文喺呢度，專注呢，讓我哋呢去睇聖經嘅時候呢，喺呢個 area 就係呢去睇聖經噶啦。咁如果係橫向嗰時候呢，左邊呢就係負責呢個呢聖經嘅區域，而右邊呢就係工具嘅區域。講到右邊嘅工具區域呢，其實係可以好多唔同嘅工具嘅，例如呢一刻佢話點解工具又係聖經嚟嘅呢？其實呢，喺工具嘅區域裏邊呢，亦都可以開多一個聖經，以至我哋可以平衡去讀例如喺呢一刻裏邊中英嘅聖經啦，一齊去打開啦，去讀啦。你發覺呢係當你去其中一度去滾動12節嘅時候，另一度咧就會跟住去相同嘅節數啦，咁方便咧一齊去一個對比一個嘅經文。除咗一個嘅平衡嘅聖經之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嘅聖經啊，例如啦有語音啦，例如有書卷嘅考察啦，例如有釋經書啦，例如有串珠嘅功能啦、地圖啦、家譜啦、時間表咧，有好多唔同嘅功能。但係咧喺呢個嘅101嘅裏邊呢，淨係會教大家基本嘅界面操作先，而喺呢個系列其後嘅錄影嘅裏邊呢，就會一步一步教唔同工具嘅使用嘅方法。好啦，頭先講咗呢，就係話嗰個界面係分為聖經嘅區域同埋咧工具嘅區域。咁有時喺好細嘅手機嘅裏邊，哇！其實我睇唔到咁多嘢啊，又睇聖經又睇工具，咁會可能每樣都睇得好少啦。咁所以呢，右下角有一個按鈕啊，右下角有一個按鈕，你見到好似兩個相反方向嘅箭嘴嗱，右下角呢度相反方向嘅箭嘴，呢個呢係一個切換界面嘅按鈕。嗱，你睇下，當我撳幾下嘅時候，你睇下留唔留意到發生啲咩嘅變化咯？好，我撳一下，全部都係英文聖經。我撳多下，全部都係中文聖經。我再撳多下，一半一半。可能你已經好快估到啦。為咗呢係方便呢，喺好細嘅屏幕嘅裏邊呢，可以盡量去擴闊。假設我呢一刻係主力係主要係睇聖經嘅內容，我就淨係想呢睇到聖經嘅內容。如果我係主力係想睇工具欄嗰方面擺出嚟嘅資料啦，例如呢度係有家譜啦，或者其他工具啦，甚至一個平衡聖經嘅時候呢，我就淨係睇嗰一部分。如果需要兩邊一齊開嘅時候呢，我先再撳多下，就係呢讓呢左右兩邊或者上下呢係兩邊呢一齊都打開個內容呢，好作一個嘅比較。咁所以呢一刻嘅裏邊呢，已經同大家介紹咗一個呢 Bible 微 AI 嘅界面一個獨特之處，就係呢其中一個獨特之處呢，就係有一邊呢係好定係確定呢，就係一定係放聖經嘅內容啦。但係另一邊呢係方便我哋去查考一啲嘅工具，可以同時間呢打開啲工具嘅內容，所以係要為分兩個區域。但係同時間呢，你可以切換嘅，淨係顯示聖經嘅區域又得，淨係顯示工具嘅區域又得，你可以一齊顯示，同樣都係得嘅。咁好啦，喺再進一步嘅時呢，我會同大家講解多兩樣嘢啦。第一就係基本嘅設定，基本嘅設定。第二呢，就係點樣呢去打開唔同嘅書卷，或者唔同嘅譯本。
唔同嘅書卷啦，唔同嘅譯本啦，唔同嘅書卷啦，唔同嘅章數，唔同嘅節數，或者指定嘅某一章某一節點樣去打開呢？咁呢個我哋都係會講嘅。咁以此之喺呢一步之前呢，我就先講一講嗰個基本簡單嘅設定係點樣樣。因為可能弟兄姊妹可能用呢個嘅經文呢個軟件嘅時候，可能你話唔係，我見到呢啲都好多係英文字，可唔可以出一個中文嘅界面呢？咁樣樣，特別喺我哋教會裏邊我哋有啲弟兄姊妹都係好想即係睇中文字咧，可能會比較容易舒服直接啲咁樣，咁係可以嘅。你喺右上角嗰度，你見到一個齒輪嘅按鈕呢個齒輪嘅按鈕咧係個設定嘅按鈕嚟嘅，係有可以個人化嘅設定啦，係因應你嘅需要咧去改動唔同嘅設定嘅。好，我哋首先咧喺呢個選單嘅裏邊揀最下一個選項就係 Preferences。當你撳入去嗰時候咧，第一件事如果你想好快，我就係一樣嘢啫，我就想更改個語言咁你喺最下方嗰度裏邊咧 Language 呢度咧，你喺個選單有繁體中文、簡體中文或者係英文咁我呢刻咧我就選擇係繁體中文然之後咧去返回撳最下個 button 係返回個主頁嗰度嘅時候再睇一睇，再睇一睇啲選單你發覺咧啲工具選單嗰啲嘅功能譬如呢度講到聖經廣播聖經語音書卷分析、全章摘要聖經注釋、串珠經文補闊，呢啲全部都係中文嘅界面。只因呢頭先我哋呢係喺嗰個界面嘅操作裏邊呢揀選咗繁體中文除咗話係界面顯示係繁體之外呢，當你揀咗個語言係中文呢喺其後嘅錄影我哋會提到嘅某一啲嘅功能打開嘅時候，因為你揀咗界面係中文嘅時候呢，所以顯示嘅內容呢都係一啲中文嘅內容如果你揀英文嘅界面嘅時候呢，你就會可以呢睇到呢英文嘅內容咁樣。好除咗頭先話係語言嘅設定之外呢，仲有啲設定你都會可能你會想去調校一下，例如咩呢？例如好多人都會問起啦啲字太細啦，好難睇可唔可以較大少少？係可以嘅第一個呢，就係喺嗰個設定嘅裏邊呢，你見到外觀最頂頭呢個外觀預設係100%嘅字體嘅大小，你可以校到去假設啦，我而家校到去100%呢130嘅百分比嘅字體，然之後撳返回呢我唔知你留唔留意到呢，而家明顯呢個字體呢係比之前呢係更加放大咗嘅。咁呢兩個係一個好基本嘅設定啦，可能用戶呢係經常會用啦。並且我可以介紹多一個嘅設定俾你喺介紹點樣去打開唔同嘅經卷嘅時候，我介紹多一個設定就係呢常用嘅資源。喺常用嘅資源嘅裏邊呢，我介紹如果你係用開中文聖經嘅，你可以揀最常用嘅中文聖經揀 CUV 即係呢Chinese Union Version 就係呢中文嘅和合本聖經可能另一本呢第二常用可能揀一本英文聖經啦。呢一度就做一個例子啦，就 NET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一本嘅英文嘅譯本然之後返回。咁教呢個有咩好處呢？原來呢頭先我哋其中一個話就話揀唔同嘅譯本，其實頭兩喺嗰個上面頂頭嘅選單呢，頭兩個選單呢都係講揀唔同嘅譯本嘅。咁有乜分別呢？一個係就係我要開喺聖經嘅區域裏邊呢，開一個聖經嘅版本，你見到可以，雖然我可以逐個揀，但係因為頭先我喺設定揀咗最常用嘅係 CUV 同埋 NET， 你發覺呢已經呢係好貼心啦，將我最常用呢就擺咗最頂頭嘅裏邊嘅選項嘅裏邊，所以呢，當我打開呢個選單嘅時候呢，即刻可以揀 CUV 揀中文聖經，或者我揀 NET 揀呢個嘅英文嘅聖經咁樣樣。咁就方便去選擇啦，唔同嘅版本啦，又或者其他嘅揀選嘅方法都仲有嘅，譬如你拉到去聖經嘅區域最頂頭呢度有個選單其實呢一度咧都可以切換唔同嘅版本都係可以嘅和合本咁樣樣和合本基本上同CUV 咧係一樣，不過咧可能有時 CUV 我就自己就個人用慣咗咁就呢個就係開啟唔同嘅譯本。好
嚟啦，開始呢，其實你都估到嘅。既然呢個譯本係可以咁切換，跟住落去睇到創世記1章1節舉呢個例子，我哋而家喺創世記1章1節嘅裏邊，咁即係話，如果我呢一度選單，我見到創出利民申，申命記，假設我一撳申命記，其實我已經跳咗去申命記嘅經文啦。又或者喺申命記裏邊有唔同章數嘅，我想去29章，假設去29章。或者係第4節咁樣樣，29章第4節，咁呢，隨住你呢度嘅選項呢，其實你就可以去切換唔同嘅譯本、唔同嘅書卷，亦都呢章數同埋節數係可以切換。有時當你睇聖經嘅時候，你話咁樣切換成每一次都要碌到去最上，可能唔方便。我相信呢，我哋呢個咁嘅設計呢，其實都有啲貼心嘅考慮啦。有唔同嘅方式呢，可以打開呢聖經唔同嘅章節嘅，例如係咩？頭先只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如果你睇到右下角嘅裏邊呢，你見到呢個嘅按鈕，頭先我哋話切換版面嘅按鈕啦，其實喺旁邊仲有一個嘅按鈕，係一個聖經選單嘅按鈕啊。當你撳開嘅時候，你會見到而家開咗係申命記嗰本書，咁其實我可以揀另一本書嘅，約書亞記第2章第8節第1章第8節咁樣樣，咁2章第8節咁樣可以去揀，直接去揀，咁我就唔使每一次呢就滾動去最頂頭，然之後先揀到啦。因為每一次讀到邊一度呢，我都可以撳右下角呢個聖經選單呢去開啟唔同嘅章數啦，同埋節數啦。呢個係另一個方法。仲有第3個方法嘅，呢個係我自己非常之喜歡用不過可能咧都稍微簡單同大家介紹一下，就係呢，直接將個經文呢，嗰個參考嘅經文呢，就打喺個頂頭呢個輸入欄嗰度啦。譬如我呢刻我打詩篇37篇第4節，假設係咁樣啦，37篇第4節，即刻跳落去啦。又要以耶和華為樂，他就將你心裏所求嘅賜給你。所以係有好幾個唔同嘅方法，不過我相信呢，最方便或者最多人用呢，就係右下角嗰個嘅按鈕啦，去打開。當你打開聖經，當你睇完一章嘅時候呢，碌到去最底部呢，你發覺原來睇完一章之後呢，你可以撳下一章，我就可以跳去下一章啦。你發覺而家係38章，當我睇完呢一章，再撳下一章嘅時候，已經去到39章嘅經文。咁呢啲都係一啲簡單啦嘅 navigation 啦，去開啟唔同嘅聖經嘅章節一啲嘅方式。咁我相信呢，呢個就係喺使用呢個嘅網站裏邊呢，最簡單嘅一啲嘅基本方法啦。希望你打得開呢個嘅聖經網站，有一啲個人化嘅設定，並且呢識得點樣去切換唔同嘅譯本唔同嘅書卷章節。咁喺其後呢個 tutorial 嘅系列嘅裏邊，我就會一步一步介紹其他嘅功能同埋一啲嘅工具點樣去使用。好期待再同你去分享。好，我呢個嘅 video 就停喺呢一度。